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金融行业，聊一聊金融行业当下的一些形势从哪儿聊起呢？我们要聊3个方面：一、信托破产；二、城投大逃亡；三呢，中小银行消失。咱们先说一说这个信托破产。关于信托破产已经发生了好几起了。我记得的几个什么四川什么一个信托是吧？前面还好多还有现在一个叫中融信托，现在恐怕也在破产边缘呢，等待宣布。大家也知道我们的信托牌照一共好像只有70家这个上下吧。说来说去就全国一共只有70家信托公司，按理来说对吧，应该活得很滋润，怎么还会有破产呢？这个财新网昨天有篇报道，华信信托进入破产重整，继新华信托、四川信托之后，第3家信托公司进入破产程序。2025年11月28日，大连金融监管局公布落款日期为10月23日的批复显示，同意华信信托依法进入破产程序。华信信托官网发布公告称，目前华信信托破产重整申请已获得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复，并于2025年11月28日由法院正式裁定受理。下一步将积极配合法院和管理人，加快推进破产重整工作。这个标志着华信信托成为2001年信托法颁布以来第3家通过破产程序处置风险的信托公司。前2家就是一个是新华信托，一个是四川信托。从目前进展来看华信信托风险处置与四川信托地方国资托底模式类似。这个华信信托最出名的是4年前，也就是2021年1月6号，64岁的华信信托时任董事长董永成在华信信托大连办公室内因工作矛盾将54岁的总经理王景打伤，也就是上演了全武行董事长跟总经理打起来了。你说这家信托公司能好得了吗？这个事后董事长被关押，总经理住院，这个打得很严重做了开颅手术那是按照这个俗话说的那董事长把总经理脑袋打开了瓢，董事长坐牢，总经理住院 ICU。 那你说这个公司不就整个的陷入混乱吗？这个华信信托彻底陷入治理失效。那么1个月后原银保监会派驻工作组入驻华信信托，大连市政府开始实质接管华信信托，推进风险处置。同年7月，华信信托向社会公开招募重组投资人。2022年8月，大连市财政局全资控股的大连市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运行公司成立，为后续国资介入风险处置搭建了核心平台。说到华信信托为什么暴雷，这个和东北的富商刘辉有密切关系。2007年，按照信托公司管理办法换发牌照，这个大连华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它以前是中国工商银行下面的信托，后来脱离了，叫大连华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又改成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换发牌照后华信信托启动股改，东北富商刘辉正式开始入股华信信托。大家再脑补一下吧，那个时候东北的又一个富商谢志坤入主这个中融信托，恐怕都是那一批都是那个前后他们一个是胆大，第二个信息灵通手眼通天，抓住了这个政策红利。实际上就这么回事2011年华信信托换届选举，刘辉当选公司第9届董事会董事。刘辉通过关联方搭建了对华信信托的持股体系，避免单一主体持股比例过高的问题。其关联人夏志平控制西藏海航相关主体，穿透后持有华信信托10.7%的股权，而当前华信信托的股东列表中，西藏海航实业任以4.48%的比例持股。这个东北富商刘辉他控制华信信托，一手是信托对吧，是融资这个平台，一手是上市公司锦州港，成为锦州港的实控人。我记得我以前在节目中介绍过锦州港财务造假涉及到刘辉控制了很多上市公司，还有这个其他的实体他们互相交叉持股，有的持有这个华信信托，有的是持有锦州港和其他的这个投资企业。说来说去穿透下去都是刘辉的白手套，刘辉都是实际控制人，我们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总之这个刘辉借助华信信托为其关联业务铺路，在刘辉的这个资本布局里面，华信信托那不就是为他融资的吗？那必然就成为他的
一个资金池，玩法跟那个中植啊没什么两样啊。华信信托曾为刘辉主导的锦州港虚假贸易链条上的多家公司提供贷款担保，进一步放大了其资本运作的规模。随着锦州港财务造假曝光，资金链断裂相关风险传导至华信信托。2019年底，华信信托被原银保监会列入高风险信托公司之列。2020年4月，华信信托被监管部门叫停了资金池业务。2020年9月，华信信托先后27个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发布延期兑付公告，涉及社会投资者本金70.8亿元，风险彻底暴露。为化解风险，2020年11月，华信信托面向全国征集战略投资者，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谁愿意接这个烂摊子呢？最后只能是地方国资委啊，地方政府接盘。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恒大还控制了一家东北的银行，沈阳的盛京银行，恒大是第一大股东。为什么这些企业、房企或者是上市公司这有钱人啊，他想方设法的要控制这个银行或者信托呢？那就是他的钱袋子，合法的、有牌照的可以吸纳资金啊。这些大的房企或者企业，尤其是对融资需求量大的，他一定会控制一个银行，要么就是控制一个信托。那最后恒大爆雷以后，这个盛京银行这个窟窿到底有多大？恒大到底从盛京银行弄走多少钱？这个都成了一个谜啊。然后对吧？沈阳国资委打包啊，把这个盛京银行资产全部买走了，置换出来，也就是那个烂资产啊，那里面的窟窿你们也别看了，反正我这个钱我给他了，也是地方政府兜底，所以盛京银行还没爆雷，对吧？还在运转，因为它里面的烂账被买走了，换进来的都是真金白银的这个现金。对于已经逾期的信托产品，华信信托分别在2021年6月和2022年开展2次信托受益权转让，累计为投资者兑付本金9.2%，剩余90.8%本金选择展期处理，以缓解兑付压力。2025年1月20日，华信信托发布协议签署公告，此次兑付比例约占当时延期兑付总额的10%，这个叫杯水车薪啊，主要是安抚投资人的作用。很多人应该知道啊，投信托啊，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叫不成文的规定或者预期吧，认为信托是不会爆雷的，信托会刚性兑付。信托的牌照之前没有一个信托公司啊愿意把自己的牌照搞砸了，所以大家都闭着眼买信托。实际上啊，随着房地产暴雷，这信托资金很多都难以兑付，即便啊破产重整，这个投资人的本金也很难拿回。按照四川信托的这个破产重整的这个搞法，好像是100万以下的给你付，100万以上的付多少？付60%，大概这么一个啊，或者是50万以下给你付多少？大家还记得那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吧？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也是50万以下的给你全结，50万以上的先挂着。那这次华信信托啊重整很有可能也是类似方案。2025年8月14号，华信信托风险处置整体方案公布。华信信托公告称，大连金运全资子公司大连安鼎将于9月25日前收购符合资格的个人投资者信托受益权，覆盖华冠系列、华瑞系列等特定信托计划。9月24日，大连安鼎披露签约成果，已有3004名个人投资者签订转让合同，签约率95.5%。按照此前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约定，投资人将于2025年12月5日前收到大连安鼎支付的部分转让款。但华信信托并未披露具体兑付比例。新华信托、四川信托都曾进入破产程序，但结局不同。大家知道明天系吧，对吧？就跟中植系是一样的啊。明天系控制的叫新华信托，中植系控制的叫中融信托。2023年5月26号，法院裁定新华信托宣告破产，机构投资者以资产拍卖款打折受偿。最终，新华信托的信托牌照注销，成为信托行业首例彻底退出的案例。四川信托风险处置则走了另一条路。2020年12月22号，四川银保监局联合地方政府派出工作组推进风险处置。四川省国资专门设立一家公司，为四川信托接盘，从四川信托产品自然人投资者手中受让信托受益权，实现对这些自然人投资本金的打折兑付。我们就按70家信托公司来说吧，现在已经有3家破产了，还有应该几家是就是托管模式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中融信托，它已经被这个2个信托公司托管了，恐怕接下来也是进入破产程序啊。还有多少在那硬顶的硬扛啊？实际上风险差不多已经暴露了，因为信托公司啊，他们最主要的钱的去向就是房地产，即便不是房地产啊，他那个募来的钱去了其他行业。那大家想一想，在这个
5、6年里面什么行业是往上走的，只要这个行业不是在往上走，你这个信托的钱募集的钱投出去都是很难回来的，对吧？如果大部分投到房地产，那基本上是被套住，有的是投到地方城投，对吧？把钱借给地方了，那也是回不来，但是地方他认账没钱给，对吧？从信托业目前这个现状，公开的已经有3家破产了，那还有多少家扛不下去的？所以就知道信托这个行业现在的局面。现在苟活的这些信托啊，也只是维持。刚才说了，跟信托密切相关的还有地方城投。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 UP 主叫轻松的，他说啊，现在城投正在上演大逃亡。大家看视频啊。咱们又见证历史了。最近几个月，全国的城投公司正在上演一场无声无息却又彻彻底底的大逃亡。没有硝烟，却比任何战场更残酷。包括中交地产、南国置业等多地城投公司不惜冤大甩卖，也要把自家的房产资产包脱手。当然了，大多数资产包都包含了不少的债务或者应付款。这已不是普通的资产处置，而是一场集体性的战略撤退。城投公司曾经是地方土地财政的绝对主力，在拍卖场上挥金如土，托起了一个时代的繁荣，而现在他们却成了最坚决的撤离者。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好，我是轻松，本期我们来盘一盘这场城投大逃亡。要看清这场城投大逃亡的根源，可以看看西南某重点城市。哪个城市松哥就不直接点名了，那里城投公司的遭遇堪称典型，完美诠释了整个系统如何从狂热走向崩盘。回想2019年，那是土地财政的黄金时代，也是该城投风光无限的时候。当年这个城市卖地的收入超过900亿，而城投公司则扮演着关键角色。它先行垫资进行土地拆迁和平整，地方政府再将平整后的熟地卖出高价，回笼资金后连本带利分给城投公司，形成一个看似完美的闭环。然而随着楼市放缓，这座城市也率先感受到了寒气。卖地收入断崖下降，城投公司拿不到回款，垫付的资金又多直接的还不起，很快便陷入债务危机。最近甚至因为几十万欠款再度被法院打成老赖。当年让他赚得盆满钵满的房地产业务，早就变成了一块越早甩掉越好的烫手山芋。不止这个地方，其他地方的城投公司也差不多。前几年为了拖地土拍市场，拿了大量地皮，当时还有不明真相的人吹是城投公司在抄底。但现在几年过去了，最终开发成楼盘的寥寥无几，大多都砸手里了。从2021年开始，全国重点30城城投拿的地皮项目开工率从 49% 一路暴跌至去年的 8.5%。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有超过4200宗地块闲置，建筑面积高达 3.6亿平方米。城投们不敢开发，是因为当初接盘的不少都是流拍地块，卖都不好卖，开发季意味着更巨大的亏损，而沉重的融资成本甚至逼得一些公司要靠借新还旧和地方输血度日。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断臂求生。于是我们看到了云南城投、宁波城投以及开头那几家公司清仓甩卖地产资产的景象。城投公司拿地的情况也越来越少，最典型的像南通城投，拿地金额从去年的600亿狂跌至今年的50多亿，从疯狂接盘到集体逃亡只需要1年时间。然而即便甩掉了地产业务，许多城投公司依然前途未卜。其实从楼市走下坡路后，一些城投就已经开始主动寻找破局之道，但总的来说还是影响不了大局。以云南城投为例，人家从2022年就着手剥离地产业务，到今年6月地产收入占比已经从7成降到2成，可历史欠账依旧压得喘不过气，负债率还维持在 80% 的高位。而且新拓展的业务、商业运营和物业管理这些轻资产项目挣的钱远远不够填补空缺。更关键的一点是，轻资产这个赛道本来就挤满了人，竞争早已白热化。城投转过去以后，在激励制度、人才储备、运营水平等各方面都很难超过那些专业选手。因此在7月份的高层会议上，上面明确提出要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出清。注意了，这是出清，不是什么逐步剥离融资职能，而是彻底清理转不了型的平台。该合并的合并，该破产的破产，一个都跑不了。按照之前的时间表，所有地方融资平台最迟要在2027年6月之前完成退出。表面上看似乎还有近2年的缓刑期，但从现在政策推进的力度判断，松哥认为这场大清洗早已开始。
我是轻松，关注我带你看懂时代趋势。城投大逃亡，这个咱们在以前节目其实介绍过，这个跟地方政府化债有关系。上级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化债，也就是用这个长期的贷款换短期贷款，用这个低利息的贷款换那些高成本的这个借款。但是它有个前提条件，就地方你不能新增债务，这里面就要求城投公司要剥离，对吧？过去城投公司就是地方政府的口袋钱袋子之一，那现在不行了，地方政府不能为城投公司背书，这叫地方隐性债务地方负债，对吧？那个公开的债务就是发的债券，这些各级政府的这个财政预算里面都有，需要上一级批复容许，对吧？你才能发这么多债，所以它的债务规模得到严格控制。唯独是这个通过城投通过国企去借的钱，城投国企为什么能借到钱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有政府在背后支持，实际上刷的是政府信誉，政府在后面做变相担保，它也不是政府没有地方政府是没有办法直接担保的它是变相担保。金融机构跟城投公司合作的时候，看重的是地方政府担保。那为什么有很多投资人说，投资不过上海关，投资不去不过长江？实际上他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地地方政府没钱，我跟你城投合作，到时候城投不给钱，那我这钱要不回来了。为什么投资就在长三角、珠三角呢？地方政府有钱，就是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或者叫这个筹集资金的能力强，信誉高，那我跟你这地方城投合作，如果你城投不行了，没钱，政府会兜底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城投能拿到钱？城投没资产他能拿到钱，就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后面提供变相隐性的担保。那这个就变成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而这个在报表里是看不到的，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预算里面也没有这个钱，所以这个隐性债务多大，大家就可以想象你这个隐性债务有多大，因为没人统计没法统计，也不敢统计。那现在地方政府就要跟城投剥离，这是上级政府控制隐性债务必须要采取的措施。所以很多地方城投公司是吧，纷纷出公告，以后城投公司的这个负债融资他就不会再投向政府，然后也与政府无关。也就是说以后我这个借的钱还不起，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要找政府。你这个公告一出那你说谁还会给城投投钱呢？城投还在哪儿去融资呢？城投上演大逃亡，实际上是上级政府对地方债务隐性债务治理的一个手段，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到底能不能彻底根治，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地方政府缺钱，你容许他发债，但是这个债务规模是有限的，而且发债新债换旧债，一个是规模有限，第二个呢，你为新的项目发债，你也不能挪用。土地财政现在已经难以为继，地方的公务员工资要发，教师工资要发，公交车要运转，地铁要开，这些钱从哪儿来？婆罗门要吃饭，你不让他通过城投借，他就把泥巴卖出金子的价格，从银行借，不一个道理他没钱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三个咱们再看都是今天的新闻。这个新浪银行报道说69家空壳公司掏空一家村镇银行，又是辽宁刚才那个华信信托就是辽宁大连呢，这个掏空村镇银行的又是大连，用69家空壳公司套出7亿多资金，最终这家村镇银行破产了。近日裁判文书公布的一则判决书揭开了发生在辽宁的一场金融惨案。富摩甲是当地一个房地产开发商，2016年为开发辽宁灯塔市一个房地产项目，打算向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申请贷款。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成立于2011年4月，注册资本金1亿元，第一股东为辽阳市宏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持股49%。富摩甲找到刘摩甲，让其招人注册企业，然后向太子河村镇银行申请贷款，每笔贷款申请成功可以获得5万元的好处费。短短几个月，69家空壳公司被批量生产出来。这些企业既没有真实的经营场所，也没有开展真实的经营活动，唯一的作用就是去银行申请贷款。这些空壳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全部由富摩甲的司机收起来统一保管。空壳公司能否拿到贷款，关键不在材料，而在于人。富摩甲先后找到太子河村镇银行2任行长王某甲和段某，在王某甲和段某的安排下，富摩甲把虚假材料递交给了信贷经理王某乙，王某乙指派信贷员张某甲、王某丙
杨某甲、赵某甲等等啊11人接收傅某甲提供的虚假贷款材料，并制作贷款档案。接到命令的信贷员不做贷前贷款调查，不做贷款材料的核查，只为了尽快放款。2016年到2019年间，傅某甲利用69家空壳公司采取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虚假购销合同、改变贷款用途等手段，共计骗取贷款109笔，贷款本金共计7.1亿元。案发后，涉案贷款累计偿还利息8332万元，清收金额47.5万元。经灯塔市某辽阳有限公司名下所有坐落于灯塔市综合楼厂房，通过公开司法评估拍卖，最终以流拍价5.36亿元人民币抵偿债务，给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造成8948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最终，傅某甲被判刑6年10个月，罚款500万元。太子河村镇银行2任行长王某甲、段某，还有信贷经理王某乙和11名信贷员都得到了应有的处理。对于一家村镇银行来说啊，7亿元的贷款资金和近9000万元的损失，并非一笔小数目。2022年8月，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正式被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破产。这个只是一个案例。我们根据这个蟑螂定律你看这个傅某甲从这个村镇银行掏出来钱是搞房地产，那你说有多少村镇银行搞出窟窿了？已经是资不抵债，只是还没有宣布破产，对吧？这个河南村镇银行5家也是那个钱最后整到房地产去了，有的甚至还整到国外去了，这就是村镇银行那有人就说了，你这个例说明不了问题。国际金融报报道超360家，年内中小银行加速消失，中小银行数量正在加速缩减。11月27日，国际金融报记者梳理监管公告以及企业预警通数据发现，年内已有368家银行因监管批复合并或批复解散而注销，总数已超过去年全年，去年一共才195家，今年到11月份已经368家了，也就是中小银行合并注销在加速，中小银行加速消失。其中村镇银行和农商行占主要部分。随着中小银行改革化险，这叫改革化险加速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解散的消息不断传来。受访专家指出年内中小银行退出数量激增，改革化险密集度和推进效率较往年呈量级提升，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不过存量风险处置任务仍然艰巨。什么意思还没有合并的这些中小银行、村镇银行，风险处置什么叫风险处置就是那儿有雷现在在排雷，不能让它爆，一爆就是火烧连营国际金融报记者注意到，近日多地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仍不断传来解散的消息。仅11月以来，至少已经有陕西咸阳秦都农商行、陕西咸阳渭城农商行、朝阳柳城村镇银行等28家机构被监管批复解散。截至11月27日，年内因监管批复合并或批复解散而注销的银行分别达到125家、243家，合并的就是125家解散的是243家。具体的梳理来看，这些消失的银行法人中，村镇银行占主要部分，因批复合并和批复解散而注销的村镇银行分别达到67家和141家，农商行则有32家和47家。而据记者此前报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机构法人数量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共有195家银行机构失去法人地位。如今2025年尚未结束，注销的银行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中小银行消失的速度再加快。从整体趋势上看，中小银行改革呈现出以系统性整合替代分散化处置，让市场化、法治化成为核心原则，从规模扩张向减量提质特点。具体来讲，改革从以往区域性零散化的风险处置升级为更高层级的系统性整合，在市场化整合的基础上，国有大行与省级机构的参与，让风险处置不再局限于单家机构，而是通过管理输出、资源统筹，从体系层面化解行业共性风险。这个特别简单我在以前也说过为什么要对村镇银行进行合并、吸收、解散。刚才你看对吧？辽宁那个村镇银行爆雷，一个村镇银行很容易爆雷，但是你把它10个合到一起，尤其
其实跟上级银行合并之后啊，你那个雷在上级银行那儿，它就变成个小雷，一共才9000万，1个亿，你要搁到工行那儿，那都不值得一提啊，怎么会爆雷呢？就这个逻辑啊。所以说，他要把小银行合并到上面大银行去。如果把它们分散化的话，随便一个雷就能炸，对吧？一个亿的这个损失，那个村镇银行就完了。这一个村镇银行一完，它会引起恐慌啊，对吧？谣言就出来了，或者其他人就会担心啊，别的村镇银行就扛不住，大家就要去计提挤兑，所以就会出现叫蔓延，就是火烧连营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上面银行出面把下面银行合并，风险资产，对吧？这些全部一把合到一起，抗风险能力就强了，就大了。从体系层面，对吧？抗风险都是这个目的啊。然后对那些没有价值的村镇银行直接注销，有的还有价值，那就不注销，就合并那些网点。因为有的村镇银行网点还可以，对吧？它就留下，所以啊，消失的村镇银行越多，消失的小银行越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被上级吸收的雷越多。这个雷一旦达到一个临界点，那也是很可怕的事啊。所以你看啊，从这个一共70家信托，现在只有3家破产，还有好多对吧？等待宣布破产，对吧？从这个城投大逃亡，再到中小银行解散合并，小银行消失，这一切都说明啊，一场风暴啊正在悄然来临，只是还没有达到临界点，就有点像啊90度的开水，离沸腾啊不远了。关键这个过程它不可逆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风险还在急剧，对吧？随着这个楼市下行，现在房地产不是有加速下行的这个趋势吗？越来越多的信托要破产，越来越多的村镇银行要合并消失，城投大逃亡恐怕也仅限于想象啊。城投跑了，那地方政府只能跟银行要钱啊，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